政治消息来关心副总统赖清德伫昨昏是接见巴拉圭的总统当选人贝尼亚，感谢伊对咱台湾的支持。即马嘛传出讲，赖清德有机会伫8月份的时会去参加贝尼亚的就职典礼，去过境美国。也那民众党的郭文哲，伊是走去高雄拼选战，伊是批评赖清德讲，伊是要选台湾的总统，毋是要选美国的州长，也是特种的使用人。巴拉圭总统当选人贝尼亚带领后任内阁官员访问台湾，拄好拄到台湾巴拉圭建交66周年。贝尼亚再去先甲副总统赖清德见面，因为赖清德可能会代表出席贝尼亚8月份的就职典礼，两个人的互动嘛引起关注。赖清德嘛感谢贝尼亚对台湾的支持。今天就是用行动表达对台湾的支持，也向国际社会传达我们两国坚定的邦谊。赖清德积极接见外宾，打造国际形象。民进党嘛完成区域立委的提名，以民主大联盟的精神，通过征调谢培芬参选台北市第3选区的立委。那永和区后溪里的里长曾明恩是接替李正浩参选，进前受到真侪讨论的陈嘉纯是确定无伫立委提名名单内底。另外，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是落南去高雄，骨力走基站。中昼邀请30外个里长食饭，嘛参访在地产业。党内人士讲，郭文哲有暗算去南部拢市积极求支持。另外，伊嘛伫人面册指向赖清德，伊讲台湾应该扮演美中之间沟通的桥梁。赖清德的论述有失国家。其实台湾的总统应当是带领台湾走向世界。我们是要当台湾的总统，不是要去选美国的州长，更不是要去应征白宫的外佣。郭文哲大力咧批评，最近嘛因为受访的时阵，讲到甲自民党干事长讨论 CPTPP 的议题，去互驻日本代表谢长廷纠正讲是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另也嘛大力批评伊外交失言。不过郭文哲回应讲，是部分媒体看一个影生一个囝，伊根本就无讲到人名。记者综合报道。